我都係一個香港人，見到有啲堅持自己信念嘅人嘅時候，你會想撐。作為一個藝人或者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嘅時候，有一啲嘢你去做、你去講、你去發聲，係俾到佢哋更加大嘅一個支持。王維基好硬頸，王維基對於佢自己嘅信念同埋對於佢自己嘅生意嘅頭腦係好聰明地好執着，因為大家都係一齊叫做革命過或者一齊奮鬥過嘅一啲人嘅時候，你會好珍惜呢一紮肯同你一齊硬頸嘅人。其實梁振英都係一個好硬頸嘅人，我覺得葉劉係一個幾硬頸得嚟又幾乞人憎嘅一個人物咯。大家都好知道佢係做緊一啲好政棍嘅行為嘅時候，你會覺得哇，點解呢個人係咁樣嘅？堅持是一種病，放棄是絕症。我係黃宗耀，我患嘅病係頸硬化，因為我相信一個人夠硬頸，先至可以睇到希望。